电子化时代的台语处境，面对台语现处时的处境，咱台语社群无应该屈就伫校园教学即层，着爱伫生活各方面拢开辟使用空间。譬如讲，伫网络资源方面，有真侪好用的工具，亲像线顶的字词典，抑阁有随个系统通用的台语输入法。尤其是罗马字输入完全无问题，无论是 iPhone、iPad， 也是 Android 的随身电子产品，或者是 Windows 甲 Mac 的电脑系统，就算是用 Linux 做底的其他系统也有。现今科技进步，语言文字电子化拢真利便，嘛是即马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。连生理场也真侪线上网络，这也是咱台语的传播机会也骨感。所以，台语转文字的读甲写，当然愈来愈要紧。是讲，咱有科技工具，互咱传播交流加足利便，搁进步。搁有愈来愈侪少年人肯学台语，吹说台语，咱到底欠啥货？敢是电视台？敢是委员会？咱转来看台语教育现场，教室里选用的教材脱离生活，学台语变做表演用途，是一年一届的语文竞赛出场尔。这款表演性质的活动，参与比赛人算嘛一年一年少去，迄毋是正常的语文教育啦。也有人讲，咱台语的文章无够通用来上课。确实，台语词对袂着现代生活的变化，毋过，迄是长期互实名政权迫害的结果。而且，事实台语册真恶销，全国遐济母语老师了，有的台语文学杂志竟然招无300个订户。结局，台语的性命失力，台语固有的词类直直消无透报去。嘛无通对时代创造增加新的文化。搁一项，有几若个少年爸母，囡仔夭折岁，因想要教因台语，也真认真教，成果也袂歹。这个囡仔甲带出去，规台湾煞无地通用台语。咱台语人的时代，连甲家己的孙都普遍无要讲台语，台语要去倒位用？有一张统计讲，即马的囡仔头一种会晓的语言是台语的，干那5%尔。悲观的人讲台语通过活30冬尔，咱听着实在心惊胆寒，煞无话通用。